簡和堂呈獻柳影紅魅影紅情演唱會，現在開始。
春度明天。你用真情换纸上，岁月不知人间多少的忧伤，何不潇洒走一回？幾位靚女，頭先嗰啲靚仔，多謝靚仔靚女 dancers， 多謝大家今晚光臨，祝你哋身體健康，萬事如意。歡迎今晚你哋。其實呢個 show 呢，我應該喺2022年呢喺紅館就開咗㗎啦。咁但係因為疫情嘅關係，咁就一路延遲到今日啦。咁不過我今晚呢當呢度係紅館㗎啦嚇。咁啊，我哋個製作都係紅館製作嚟㗎，你哋好抵睇啊！今晚知唔知？咁啊，如果你問到我，仲有冇機會喺紅館開呢？咁啊，唉，唔緊要啦，我都69歲啦，即係一個6字一個9調轉咗啦，係咪先？開唔開紅館好閒嘅啫，命裏有時終須有，命裏無事，咪鬼強求啦！唔緊要，唔緊要。OK， 咁跟住呢，嗱，今晚準備咗好多歌唱俾大家聽，我哋爭取時間唱歌啦嚇。咁呢一個部分呢，我叫佢今晚嘅部分係第一部分啦。咁第一 part 呢，我就安排咗一啲我自己對我好即係好緊要嘅嗰個對我嘅人生嗰個影響好深遠嘅，係我一啲童年嘅回憶嚟嘅，係我細個嘅時候聽啲咩歌啊，學啲咩啊咁樣。咁我就係上海人嚟㗎嚇，阿拉尚輕應。咁呢度有冇尚輕應喺度啊？冇啊？咁啊上海人都唔嚟捧上海人。侬尚輕應啊？哦，謝謝侬嚟，今朝謝謝侬捧場。謝謝，嗱，我而家唱呢首歌就啱呢個上海 Auntie 聽啦，就係我細個時候一啲回憶嚟㗎嚇，係咁啊！我要請我個老友出嚟介紹，我慳翻啲口水啊，留翻啲口水嚟唱歌，咁啊順便可以偷雞埋去飲啖水。請你哋俾多啲掌聲，我今晚特別邀請嘅香港電台嘅我嘅老友前5台嘅台長盧世昌先生，世昌哥出場。世昌，你真係好禮貌，嚟同你柳姐，多謝恭喜晒，擁抱下先。喂，嗱，你過嚟同觀眾打個招呼先。一定要。係啦，先多謝你先。大家聽你把聲就聽得多啦。係。見你個真人就可能會少啲。咁啊，嗱，你幫我介紹下我第一 part 嘅歌嚇。係，知道。咁啊，我埋去偷雞飲啖水嚇。休息下先。你同觀眾傾下偈先。OK。各位觀眾大家好，我係盧世昌，係。其實咧就係今晚好高興能夠嚟到參與柳姐呢一個演唱會嘅，亦都有機會見到大家啦。頭先柳姐唱咗3首歌係非常之落力，非常之好聽，係咪啊？我希望大家今晚都好落力咁俾多啲掌聲柳姐嘅，多謝你哋嚇。因為咧柳姐為咗呢個演唱會花咗好多心思。
就算係今晚，佢都好特別安排咗好多歌，係唔同地方、唔同語言同埋唔同種類嘅。頭先佢講過啦，佢會唱嘅係上海粵劇，裏邊係邊一首呢？就係、是《送鳳冠》啊！大家睇過《碧玉簪》裏邊有一段係《送鳳冠》啊嚇，仲有喎，唱完上海粵劇呢，佢仲會唱黃梅調喎，梁山伯與祝英台嘅樓台會。咁柳姐本身係上海人，當然頭先佢講咗，大家都知啦。但點解佢會識唱上海粵劇同埋呢一個黃梅調呢？佢話過俾我聽，原來佢細個呢，就成日陪爸爸媽媽去睇呢個上海粵劇同埋黃梅調戲嘅，所以呢，佢係耳熟能詳、朗朗上口，考唔到佢嘅。嗱，一陣間大家喺度欣賞之餘呢，亦都可以從中了解一下柳姐佢嘅音樂成長里程嘅。以下時間我交翻俾阿柳姐，有請柳姐。好，整段上海粵劇嘅《碧玉簪》裏邊嘅《送鳳冠》俾你彈下先。好，老公唱先嚇，嚟啦！夫人，我的夫人。插山我夫妻，害得你我化作枝叶不断缘。奸人啊，独骑中八路，用尽心机也忘算。是今世美不下有朋友事。你而家中咗個狀元翻嚟，送個鳳冠俾我，我就要喎。你唔好唔記得你當初點樣對待我。你為咗一封假情書，你侮辱我、冷落我，仲打我。你送個鳳冠俾我，我唔會要嘅，我唔會原諒你嘅。你不要麼多言多語多相勸，害得我是多思多想多心酸。乖爹娘出选出许出配人，配了你这个父亲负你负心生好声好气好言文啊，你恰是我言我女我得看，你不给不生不想不理睬，你为什么要满处满心满月啦做？
去一股，美的美貌是美算卷。好，武器啊，整埋呢段武器先。我为你泪盈盈，从小痛苦到天明，我为你汗淋淋，匆匆赶路未曾停，我为你气难平，几次伤了父女情，我为你碎了心，哪有良药医心病？心难收物难平，枉费当时一片心，心似火烧如冰，欲还原物免还君。吞声忍泪，别轻去，你抱冰寒悲，怎能行？不能行也得行，我思